问你的为什么？不是的，他们不是叫我们下来，各位兄弟平安。平安。2025年第一个主日，真欢喜伫个遮甲大家做伙来吟诗学乐。咱第一首圣诗要唱圣诗391首，圣诗391首，学乐天顶主宰。学乐天顶主宰。创造天地甲海，保护万民，人人伫普天的甘心学乐上帝，学乐三个上帝，白行信心。哦，这边吼。上后尾的第二句是俄罗三一上帝吼，俄罗三一上帝吼，咱即马成圣诗拢一定改做以前是迄，即马拢改做三一上帝。好，咱即马第二首要唱圣诗第18首，圣诗18首。吼，这首也是咱真圣诗吼。这是我天赋世界吼，台语叫做我心俄罗上帝。咱这首来吟第1节甲第3节，吼，第1节甲第3节。主心学乐上帝，主来应我的白，天顶万有三角应声，学乐以大尊名，秋北长水川。强冲大海关山，显明伊大观应应光，因爱公义照生。我心学乐上帝，我心学乐上帝，天的本对之家。虽然歹代暂时将平，公义稳当得胜，成高能高地上，那准地体之样，天的高尾合做一家。应光归伫上帝。哦，这首诗歌第3节的第3句吼，圣国领到地上，哪准伫天一样吼？我想迄是祝福咱上大的使命，也是咱的应该爱尽的责任吼。咱即马来第3首要来唱圣诗第113首，圣诗113首。我来调起你救赎我的主。这首诗歌咱来吟第1节、第3节、甲第5节，135。我来调起你救赎我的主，我为你我苦所应无求助。
路，求你来逃帮。我心你条件，你先尊，一切恩惠在灵里受分，求你用心事观应夫妻万，属万无愧难，也起人顺转，拄起你以外，拄起你以外，百位文盲，主你有应允，所心无坎坷，求主万平安，主在甲确实，对你的开来，互愿应坚信。好，咱今仔日上尾要用的是圣诗第444首，圣诗444首，主你调明何等清楚。这首歌伊的英文歌词 How clear is our vocation, Lord。我伫遮讲一个小小的笑话。我会记得我咧学这个单词 vocation 的时，迄时阵应该是国中的时，别个字无偌济啦。我时阵讲，这 vocation school 咱中文分做职业学校嘛吼 ，vocation school 叫做职业学校。我时阵就想讲，哇，这学校真爽呢。那 school always on vacation。school always on vacation， 天天拢咧放假呢，当然毋是这个意思啦吼。对 vocation 这个字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是，这几冬来较认真咧读经啦，有哪咧听牧师咧讲道，了解咱长老教会改革中对于 vocation 这个字的解说，特别是加里文讲，这个 vocation 毋若是圣经尔，毋若是牧师传道这个圣经尔，这世界上所有的职业拢是神所欢喜的，所以咱基督徒要爱做的代志是啥？将上帝的旨意透过咱的工课，透过咱的家庭、咱的关怀、咱的社会对政治的关心，将上帝的旨意落实伫咧咱的地上。所以这个佮等于配到咱第2首唱的诗歌18首，圣国来到地上。哪准伫天一样？我想迄是上帝国伫咧地上上好的一种的实现啦。咱等者要伫咧礼拜中用这首诗歌来为着新就任的长老即事甲各单位的领导各单位的头人来祝福。咱也要用这首诗歌来为着咱家己，为着咱家己伫咧这个世间中所扮演的角色。来大声来回应，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听。咱这首诗咱就来吟全首，1、2、3、4拢来吟。主你了明何等清澈，等阮尊是听你，照你的话来行来行，明白。色素完美记得条命，当大艰苦交集，世上压力搅乱心灵，听声无力改变情境，人家也生是情，给天空里心灵完心。完成今后成道所行，阻碍可以勇行，你好想着完着。
主你所交代，主你交代阮所得罪，无论担当罪过，例行工定保护义上，万万无听也望无，世界罪过无法，救赎公路完全。救恩既然一定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实现，当咱就用完全的心来敬拜、来服侍、来行每一项事，用安尼来回应上帝对咱用完全的听。请咱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来啊，咱来唱歌学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就对伊唱欢喜的歌，做伙来吟圣诗第18首。我心学罗上帝，请徛徛吟。
请咱有缘徛地，作为阿头来祈祷。愿伫天的阿爸爸上帝，你是上主万军的统帅，你是荣耀的君王。愿你的荣耀的名永远受称赞。愿你的阳光充满全地。愿能的至权的上帝，你掌权全地，有荣耀尊贵甲权能。你创造万物，对你的旨意，万物受造生存。巴比伦原本是列国的阳光，是上主手中的金杯，伫家己的人夸口的荣耀，因为因骄傲悖逆，毋知掌权者的权柄拢是上帝所制定的。因为安尼，巴比伦王甲伊遮的民族所犯的罪受到刑罚，互上帝车倒。你互因土地荒废，无人徛起，愈亲像索多玛甲蛾摩拉受到毁灭。掌权万物的上帝，连捌你的人要倚靠你，你无气杀遐个招找你的人，毋过原是受肉体的，互罪落咧，互俗世有望来侵条，这条路。就是贪婪关系，一方面造成独裁政权，破坏人甲人的关系；一方面就是生态破坏，破坏人甲万物的关系。你是救赎阮的天父，有将你所听的囝无条件赏赐予阮。愿靠耶稣基督脱离对敌的手，求你保守阮脱离歹人的手，保守阮脱离迄个强暴的人。保护阮的脚莫跋倒，互阮得到活命光的印带，来行伫你的面前。今日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也是新的动工要就任，要伫这个信仰的大家庭，守护彼此三听的诫命甲福音的使命，要照你的话来信、来活、来行。求守护阮稳定的上帝，你保守坚固阮的信心。伫新的一年，试炼甲烦恼有缘无煞，伫阮的身躯有时筋骨勇行，有时骹头有酸痛，有时意志坚定，有时摇喘。伫阮所徛的世界，有缘要有民主对独裁的争战，物资的掌权，能源的危机，气候的难关。求你帮助阮通过这世间济济考验，伫阮听候你的日子，求你保守阮的心，要谨记伫主的驾驶行白旨意，互阮有一天伫基督耶稣过来时，会带得到上主你的肯定。这时，阮要用主驾驶阮的祈祷文来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食，伫对你亲像伫天里，阮的入息，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后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阳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第54篇。这篇启应文是出自马太福音第5篇第5章。咱做伙来启应。心灵善食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要喙答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够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
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做伙来吟圣诗第113首，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请徛开吟。请坐。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上帝，你是信实、享受稳定的上帝。你警调阮为你的名，做你家己的百姓，甲阮立约，是为着要拯救阮，用矫正的律法，互阮的心的心神来活，用正直的教示，互阮的心来欢喜，用清气的命令，互阮的目睭来光明。你是拯救阮的上帝，你享受独生囝主耶稣，通过主耶稣，伊卑微顺服受死过活，甲伊所享受的圣神，上帝国已经临到阮的世间。你要用你的律法下伫阮的心内，你的百姓对大甲小，拢要明捌你。每一个人，每一个悔改的人，你要
互伊对罪来得到讨棒，成做义的奴仆。因的结果是成做圣洁，因的结局是永远的活命。求你掌权做阮性命的主，互阮伫教会、伫工作、伫家庭，见证主你救赎的恩典，互阮行伫你备办的道路。求你引带阮顺探你的旨意来活，互阮伫圣神的引带来引带人，互阮通过主耶稣基督来转变，互阮用真实的活命来见证福音。愿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三角来共读圣经，圣经以赛亚书第21章第1节到17节。以赛亚书21章第1节到17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这是有关沿海旷野的信息。加利亚风对南部的沙漠扫过来，对旷野、对恐怖的地来。我有看见凄惨的异象，背叛的人继续背叛，破坏的人一直破坏，依然顶去攻击米利亚，甲伊包围。上主要结束巴比伦所造成的痛苦，所以我会要鼓励听读，亲像山芋的嘴唇。我行到啥物拢听袂到，我带到啥物都看无，我的心混乱，恐怖互我皮喘，我所以爱的黄昏互我疑准，因白色宴下，地毯铺好势，食啉，领袖起来。用油擦盾牌，主甲我讲：你去安排一个守望的，叫伊甲你报告伊看到的事。伊会看到军队马兵一队一队，阁有骑骡仔的、骑骆驼的，伊着听，着注意听。然后守望的话讲：主啊！我逐日伫守望，逐暝伫守望台看守，看咧马兵来啦，一队一队的来。后来伊搁话讲，巴比伦倒落去啊，倒落去啦！一切神明偶像拢降水落甲龟头骹，哦，因受拍碎。若我拍袂场，我的同胞啊，我对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上帝听到的，我拢甲恁讲啦。有关以东的信息，这是有关以东的信息。有人对以东的话讲，守望的即马几件，守望的。暝时阁偌久才会过去？守望应讲，早起时你要来啊，毋过还是暝时。你若爱问，做你问，嘛通阁转来问。有关阿拉伯的信息，这是有关阿拉伯的信息。伫阿拉伯的树拿休眠的。铁蛋相对啊，着提水来互喙焦的人啉；提马的族民啊，着带食物互逃难的人食，因为因刀柄刀剑，这刀闪已经拔出的刀剑，因闪柄已经扭开的弓，
得到些猛烈的竞争。主对我讲，伫这年来，照庆刚签约的年限，其他所有荣华拢会无去，也经前的其他勇士会存真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宣告：愿上帝的话帮助咱，着我靠拯救咱的上帝。下面要请圣歌队阿萨诗班用诗歌带领咱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主我伫遮》。
请黄春生牧师讲道，题目是上主要终结一切。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参加伫地。今仔日是2025年第一个主日，阿萨斯班通过主，我伫遮来带领咱来敬拜。这首诗歌是先知以赛亚受呼召的故事。伫今仔日第一场礼拜中，咱也要照教会的规矩来举行长老执事甲机构首长的这个受职。也是任职者甲兄弟要伫上帝面头前誓约重要的时刻。誓约是基督信仰真重要的信仰个别，也是讲献身的一个决志，是咱将来要向上帝交效的一个根据。所以咱任职者，咱也爱提醒家己，无论做啥物，拢爱对心内发出，亲像为主所做的，毋是要做互人看的。这个教会是起坐伫圣经上帝话语的这个根基顶头，所以咱根据圣经的教导，长老通讲是整个教会运作真要紧的核心。也因此，咱长老教会制度是小会的智慧。所以，同会所选出来的长老，咱称作治理管理的长老；牧师是传道教师的长老。所以，伫第一次，咱若受托付这个长老职份的时阵，咱拢会称作奉立，就是爱换手来奉立，包括传道师要奉立做牧师共款。长老是终身的职份。但是第二任了后，咱就称作设立。讲到这书是长老的助理，现代中文译本已经甲翻译讲助理、助手。所以伫长老教会法规内面，中职会是办理小会交办的事项，去协调事工的推动。所以咱定期会召开中职会，这嘛是教会法规内面所规定的。今仔日中昼，咱就会召开中职会小会，为着要互所有的中职了解各部门的事工，分享各部门的事工，咱爱彼此同工分工，互相配搭。若是各部门若无有提出事工的议案的话，迄一次的中职会就袂有讨论的议案。但是，咱有缘会有相关部门的这个报告，因为报告互咱了解其他同工因所受交托的代志，因做的情形。伫教会服侍的时阵，使徒保罗特别提醒咱，讲凡事都爱照规矩来。咱台语讲啥？讲照步来啦。凡事都爱照步。咱教会有教会办理的这个方法。教会甲社会中的这个社团公司无共款，教会是一群受上帝呼召出来的人所组成的，是宣扬上帝国甲基督救赎的信仰团体。讲的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唔通用真麻烦、无时间等等这个理由来回应。反倒等，咱就爱去落实，咱爱对上帝有信心，咱爱对厝边有疼，咱爱对乡土有情，来实践咱的信仰。也因为安尼，教会内面无法度讲啥物款的利益通好都无，嘛无啥物款的位置通好争取。若是要都无利益，争取地位，安尼教会一定会败坏。将来也会伫互上帝国的主人所弃杀，这是圣经内面会甲咱提醒的。教会事工毋是干那等互中职去处理就好啊，因为咱16世纪以来宗教改革，咱的强调转来到伫圣经的教导。迄当时的基督徒才发现，讲万民该祭司，还是讲信徒该祭司的真理。也就是咱每一个人拢有祭司的角色，所以咱也需要
参与伫教会的起造。牧师伫遮也爱邀请咱做阵为着咱这人教会来祈祷，为着牧师，为着长职，为着同工来代祷，也恳求上帝帮助来坚固咱的教会。伫2025年第一个主日内面，这时牧师也邀请咱同心来决志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掌管宇宙和万物更新的上主，阮感谢你恩典的手来引带阮，互阮踏入2025年这个新的日子。徛伫新年的开始，阮伫你面前来立志，求你赏赐阮气力，坚持阮所立的立志。阮决志对阮厝内人、亲人充满疼心甲耐心，互阮的行为会通带来喜乐甲安慰，无互因忧伤甲失望。阮也决意伫友谊中坚守忠实精神，对朋友实在，诚做彼此生命中的祝福甲帮助。阮决志心内时常充满怜悯的心，愿意赦免得罪阮的人，若亲像你伫基督内面赦免阮。阮也决志努力来做工，熬用你所赏赐的时间才调，为了其他人，为了台湾，为了人类的社会带来利益，来荣光主你的名。阮也决志用仁慈甲温柔来面对每一个灵魂。愿阮的性命成做支持软弱者的力量，安慰受伤者的所在。阮也决意谦卑准则，愿你保守阮免低到愤怒甲怨恨，持守平静的心灵，散布和平的消息。上重要的，阮一生要全然来听你、顺服你的旨意。求你教导阮伫日常生活中间行你的道路，用行公义、好人品来促进上帝国的新国度。永远活的上帝，阮深知家己无法度实践这一切，求你用你的恩典，逐工甲阮同在，更新阮的心智，扶持阮的脚步。互阮会当坚定行伫你真理甲疼的中间，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疼甲保护，阮安尼祈祷，阿免。咱今仔日读到以赛亚书21章，这章的信息，伊的预言伫主前第8世纪的时阵，亚述帝国拄啊兴起的时代，并且对伫整个古早近东地区造成真大的威胁。迄当时巴比伦、以东、阿拉伯等等这些地区，当然有因一定的势力，但是因拢受到亚述的侵略甲影响。今仔日这段经文讲到对侪国的这个预言，其实嘛会当带予咱台湾咱的处境真多的提醒。先知以赛亚伫迄当时动乱的局势中间，伊看见上帝对列国的主权甲这个审判，这也提醒咱伫真复杂的国际情势下底，咱需要安怎来去面对。咱先来看这个第1节甲第10节，会讲起巴比伦的车倒，这个真强势的帝国兴起了后，无偌久伊就受车倒啊。伫主前第8世纪的末期，亚述帝国非常的强大。亚述帝国伊咧侵略附近的国家的时阵，因一种的手段就是安怎，甲你围城，围城了后，你也无投降，入去就是安怎大屠杀。所以亚述是一个真残忍的国家。其实巴比伦后来嘛学这款的，所以亚述强大以后，伊就开始征服小亚细亚、东部、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甚至伫
巴比伦、埃及等等这些地区，这些地区亚述人伫前前后后将近2000年的统治。当然后来亚述人伊失去，无阁有独立的这个国家。第一再来讲起，讲有关这个沿海旷野的信息。沿海旷野到底是咧指什么？其实巴比伦阁互人称作沿海旷野，因为这个沿海是指这个幼发拉底河附近的这个平原啦，所以巴比伦是伫这个所在的一个民族。当初时，巴比伦犹原是亚述帝国下底所属的一个民族，但是伊慢慢啊兴起了后，伊就成做反抗亚述帝国的中心。这个巴比伦兴起后来成做新的帝国。圣经内面咱看到，巴比伦伊骄傲反叛上帝，那亲像伫创世纪11章会讲到巴别塔的故事同款，因掠家己最悬，因要起塔拄天。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毋是干那针对巴比伦伊的军事的败坏，甚至是要针对巴比伦的骄傲来审判。经文内底提到伫这个毁灭，是要甲咱讲起巴比伦虽讲真紧来兴起，也真紧来衰败。因为但以理书先知但以理书第5章内面，咱就看到巴比伦后来去由波斯来消灭去。先知预言的中间，咱有看到，讲因会对着对这个旷野来，对通行人的所在来，那亲像南方的加利亚风来吹来，这互咱想起当今的世界局势变化嘛是真大。强权有可能随时会衰败败落。巴比伦伫迄当时是一个真强盛的这个帝国，但是伫上帝目睭内，圣经内面讲啥？伊遐拜的偶像拢要拍碎。这个偶像代表就是迄个国家，上帝要拍碎。今仔日的台湾也是徛起伫一个充满挑战国际局势的这个环境的中间，咱检测会当看到某一个国家起来，某一个势力扩张，但是会亲像巴比伦同款，真紧就衰败去。但是这世俗的关系，拢毋是永永远远的，因的衰败兴起，拢是伫上帝的手中。咱毋通过度去挖靠这的外来的溃烂，搁较毋通将咱的希望寄托伫这个无稳定的这个对方的手头。那亲像咱台湾有的人期待寄望伫中国同款，这反倒当会提醒咱，毋通互这虚假的关系来迷惑。伫这第30甲第40会表达先知的痛苦。先知伊传达上帝的信息，上帝是审判的，上帝用公义来审判。当然，上帝伊无意爱看到人受艰苦。先知以赛亚看到这异象的时阵，伊感觉讲啥？讲我的腰感觉真强烈的这个痛痛。咱今仔日看到国际局势的动乱，咱敢有亲像先知？看到的时阵，咱安怎非常的艰苦。第40描写真有画面，先知原本真期待日头落山，落山的景色真水。但是伊看日头的落山的时阵，反倒转安怎？愈看愈惊愈不安。那亲像看到战争的景象。伫第50咧讲原本应该用油来擦盾牌，但是这个擦盾牌就是以前的盾牌外口是用皮包起来，互伊较软。抹油就是安怎？要准备战争的时阵，武器的保养。所以伫遮，先知看到啥物？巴比伦的领袖，因伫遐摆设宴下，咱讲醉生梦死啦。
搁伫遐真安然啦。也因为安尼，先知讲爱设立守望者，守望的就是安怎？时时提醒警觉，观察时局的变化。唔单单观察，搁爱忠实来传达上帝的信息。这也提醒咱，无论伫什么款的环境，咱拢爱做时代的守望者。第10安尼讲起，讲上主亲像用一个牧者的角色来临，逐国互亚述巴比伦欺压，已经足久啊。上主要来结束这压迫的处境，所以伫第10安尼讲恁受拍喙，讲甲规拍卖场，迄个卖啊拍迄个卖啊，就是上帝迄个卖啊卖壳甲拍掉，要来修好的。咱讲这叫做筛选啦。巴比伦代表罪受拍。要来做一个筛选，巴比伦是指这个邪恶的帝国敌对基督，甚至伫启示录也是宗教改革的时阵，巴比伦拢起来象征这个邪恶。那亲像伫启示录12章第3节甲第4节出现迄个大的红龙，龙徛伫要生产的妇人人的头前，要吞食。妇人人要生一囝，这是启示录内面的这个画面啦。红色是代表一种血腥加暴力。伫圣经文学的中间，龙时常代表这个魔鬼撒旦。所以伫巴比伦的文化内面，伊嘛真爱用这个龙这款的图像来象征。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因为巴比伦过去占卜。甚至将因掠去分散世界各所在，所以因对伫巴比伦看因就那亲像迄个撒旦共款将因掠走，掠开因的故乡去外口做奴隶。所以伫启示录内面，迄个大只红龙头有7个头，10个角，角代表。迄当时完全的这个暴力，7个头就是一个罗马的女神坐伫7个山头顶头。迄当时的人真对这个图像真有画面，因为罗马的钱顶头就是画着罗马女神坐伫7粒山头的顶头，所指的就是罗马是一个暴力的帝国。但是启示录是甲称作巴比伦。圣经内面即代甲咱讲，巴比伦要倒啊！世界的强权毋是绝对的，真正的溃败是出自上帝。遐个极权残忍的巴比伦政权，上帝要安怎？要结束这一切，包括今仔日的极权的国家同款。上帝也要结束这一切。咱线下来看11节到12节，11节到12节咧讲到以东人伫遐问我的未来咧，我有啥物款的愿望？以东是伫以色列东南方的所在，瓦近死海。以东人自称是以扫的后代，所以换一句话，因甲以色列人有共同的祖先。但是这两国非常近相时的关系，就无讲介好啊。伫文化上，以东人有家己的神明，但是因的地理位置，因感觉讲真安全。但是伫遮，上帝也要讲起，迄款的侵略，嘛要来到伫以东，所以这是一种审判。这段经文伫表面上诶。讲起占卜的帝国的攻击，以东人嘛伫遐惊甲，因咧听候天光，听候安怎巴比伦家己败去，那亲像有人咧遭受到中共的极权的迫害时阵，因嘛伫遐期待讲啥，迄个黑暗的政权会当早倒去，早日会当看到天光共款。
咱都盼望一个社会世代会通改变。那亲像10年前太阳花学运的时阵，迄当时流行一首歌叫什么？岛屿天光有无？哦，盼望讲安怎？台湾这个国家有一天会当看到天光，大家拢期待天光的迄一日。这就那亲像圣经内面才描写，伊当人迄个守望者发出的疑问：守望的啊，即马是安怎？几间？暗时是几间？伊当人伫遐询问，代表因对未来的惊吓不安。守望者安尼回答：早起时特别来啊，毋过要是暗时。守望者的回答是暗示讲天要光啊啦，但是安怎？暗时悠远会继续。对应咱今仔日的台湾，咱也时常对伫未来会感觉讲无确定性。中国甲台湾关系会紧张。咱台湾伫国际地位顶头，最的挑战，拢互咱感觉讲头前真不安。但是伫这个经文内面，嘛互咱看到，早起时要来，黑暗时也继续，会提醒咱有希望，也有挑战，这两种是并存的。假使伫黑暗中，咱犹原会通盼望早起的来临。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毋通灰心丧志，咱爱信靠上帝的主权。伫挑战的中间，犹原会通持守盼望。所以，这段经文咧鼓励咱，假使咱咧面对无确定的未来，咱嘛爱伫信仰的中间超找快乐。煞接咱来看13节到17节，遮会描写，当初时的阿拉伯也毋是一个咱讲酋长国家啦，因为迄当时阿拉伯犹原是游牧民族所徛起的这个所在，因伫遐替人养饲养群、牛群者的，甚至因主要是安怎做商队、商队，就是安怎，因为爱经过迄个沙漠运送香料啦、物资啦。所以因较有经验，因会当骑骆驼来运送遮的物资，所以因的相对是真强的，所以因真够做生意。但是战乱会致到遮个相对无法度生存。经文内里面有提到两个所在，一个是提马，一个是底丹。这两个所在拢是迄当时真要紧，咱讲绿洲啦，是有水草的所在，伫沙漠中间有水草的所在，迄个所在嘛是相对聚集市场做买卖的所在，所以这嘛反映出阿拉伯的地区的人，因的经济其实安怎真脆弱，因为附近发生动乱，因就无法度替人送货，因就无法度过较好的生活。经文内面，互咱看到亚述帝国侵略四周围的国家，连带远远的阿拉伯这游牧民族，伊的相对嘛无法度闪避战争的刀剑甲弓箭，甚至伫战争的中间，真做一个难民流亡。伫这21章的14节安尼讲起。就提水来互喙焦的人啉，这拄好暗示啥物？逃难的人安怎？走到遮无水啊，所以因伫遐讲摕水互因啉。所以看起来，迄个逃难的人应该是非常的多。16节一讲起，伫一年内，先知互咱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显示上帝的审判真紧就临到。所以17节，咱阁看到，原本因盼望倚靠迄个基达的勇士来保护，基达的勇士真够写字，这是迄当时阿拉伯人因安怎
去聘请其他的人，伫因相对的中间来做保镖啦。因足够射钱，但是安怎战争的中间，遮个保镖嘛无效去啊，甚至一讲起其他的荣耀，一年来要消失，因的勇士嘛剩甲真少。这拢甲咱讲，世上的荣耀力量拢是暂时的，若亲像花草，一万年就安怎，就打去，咱袂通过度会去追求。咱台湾这几年来，伫科技、伫经济，咱有一定的成就，嘛伫国际上受到真济的这个注目。但是咱袂当因为安尼来自满骄傲，掠准这是一切拢是理所当然的。先知的预言咧提醒咱，所有的荣耀拢是出自上帝，咱应该谦卑倚靠伊。毋是倚靠家己的力量，所以这段经文会鼓励咱爱谦卑来倚靠上帝，来归荣光给上帝。咱时常拢会讲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呐，但是迄是利益。今仔日若无这个利益的时阵，国际敢会阁甲台湾安怎做好朋友？咱毋通掠准。咱有真好的晶片的制成，咱今仔日会通甲世界做好朋友，是因为咱有上帝国的价值，有民主、自由、人权的坚持，这是较要紧的，比咱有啥物款的经济利益搁较要紧。今仔日咱若毋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你甲看，台积电。敢有法度伫台湾生存是无法度。咱爱知影，咱爱倚靠的毋是迄款的利益，咱爱倚靠的是上帝的价值。咱甲想看觅，今仔日这段经文带予咱啥物款要紧的信息？我想有两项会通做阵来思考的。第一项就是安怎，先知深入的这个咱讲带入感。啥物叫带入感？讲起就是一种亲身经历去感受着时代的苦楚。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先知以赛亚在传列国的预言的时阵，伊毋是徛伫边仔做一个这个旁观者哦，伊是深深去感受着这个民族要遭受着迄个苦痛，伊。为着巴比伦受审判哀哭，这是一种超越民族、超越文化界限迄款的情感的投入。咱嘛当讲一种带入式的痛苦。先知以赛亚一讲，我看到凄惨的异象，我的腰这个痛痛，亲像。山呼在吹一阵一阵的吹阵，我的心情混乱，恐怖，互我微微喘。这拢的描写，巴比伦伊毋敢若伫伊的心灵内面理解巴比伦要受审判，甚至身体的身躯也感受这款的痛苦。所以伊讲伊的腰会痛。伊亲像生产的妇人人会疼，伊惊甲微微喘，这拢是一种先知，咱讲带入的迄个情感，伫苦难中的人的中间。伊讲我惊甲啥物拢安怎听袂着，我喘甲啥物拢看无。先知以赛亚心理反应对这个。审判非常的沉重，伊伫惊吓的中间，伊无法度集中伊的注意力，伊无法度听到，伊无法度看到，伊真戆影、真惊吓迄款的冲击，伊完全那亲像巴比伦的人共款，入伫因的痛苦的处境内面。
体会到这个国家要灭亡的恐怖。这个是无简单的。虽讲巴比伦是犹太人的这个对敌，但是先知毋是徛伫旁观者咧看讲4好啦，3好加1好，毋是安尼。先知无安尼，先知毋是伫边仔看讲上好，伊就安怎灭掉去。反倒当先知是安怎真投入巴比伦面对迄款的苦难的心境。先知伊感受到这嘛拄好提醒咱有当时会忽略周围人的苦难。咱若忽略别人的苦难的时阵，咱会变得安怎真冷淡。但是以赛亚先知，伊迄种的大入感表明，一个真正对上帝忠心的人，袂对四周围的苦难安怎讲死好，袂安尼。今仔日，咱若有这个流亡的人来到咱中间的时阵，咱会安怎看？敢会讲死好？我想先知毋是安尼。5年前，香港遭受到变故，真侪人走来台湾。一开始真侪人去关心，后来就愈来愈冷淡。其实咱若看到先知，伊的感受是安怎？伊将伊的对敌巴比伦的感受，伊讲哇，伊看到即款将来要发生的代志，伊腰疼，伊亲像这个妇人人要生产的痛苦，这叫做大入感，去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中国这几年变化真大。咱来为着这个国家祈祷，嘛爱亲像先知以赛亚有迄款的大入感。这个大入感就是感受到讲，这个国家有一日伊败坏的时阵，百姓艰苦的是百姓，毋是遐个统治者。先知毋是敢若伫痛苦的中间伫遐痛苦。反倒当同先知通过伊的语言，为着受苦的人指出一条道路。所以咱嘛会通学习如何将感受的痛苦化作行动，成做帮助人的工具。伫当代的社会中间，咱会面对无同款的困境、无公义等等这些代志。以赛亚的会提醒咱做基督徒应该唔通去冷淡，爱去感受到将来有可能受苦的人因的处境，并且理解因的需要，求上帝帮助咱会通来回应，做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成做需要的人的帮助。求上帝，互咱会通知影台湾的这个现实的问题，也保持这款的，咱讲大入感，迄款的心境。第二项要紧的信息，是要互咱知影，咱爱对上帝要终结一切，来保持警醒，咱爱忠心来守望。以赛亚书21章甲咱讲，上帝要终结这一切。这一切包括罪恶、骄傲、偶像，以及人类一切抵抗上帝的势力。这段经文唔单单彰显上帝的主权甲公义，伊也带予咱深深的盼望。上主会终结这一切，是为着有新的开始。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爱保持这款对终结保持警醒、忠心来守望，甚至积极来参与上帝的计划，伫这个世间成做光甲盐。安尼，咱伫咱的时代处境的下底，咱会通做啥物？
我想我简单举三个咱会通做的。第一个，咱爱祈祷，保持敏感的心啦。先知以赛亚因为甲上帝同行，伊谦卑甲上帝同行，伊的心就安怎真灵敏。咱讲上帝是灵啦，我们要怎么样灵敏？就是安怎灵甲灵的感应，咱会通去感受上帝的心意，也会通去感应着别人灵的艰苦。所以，咱通过祈祷、谦卑甲上帝保持一种密切的关系。咱嘛爱求上帝拍开咱的目睭甲心灵，去看到咱四周围、咱的厝边的需要。咱毋是干那关心着家己的生活有平安无，有好过日子无，毋是干关心着遮。咱爱伫祈祷的中间，也时常为着苦难中处境受苦的人来祈祷。伫社会公义，为着社会的平安来代祷。借着圣神的引带，互咱知影安怎来回应这个时代的苦难。第二项，咱会通安怎做？咱来注意上帝国甲上帝的义啦。先知会甲咱讲，伊看到这个惨境的异象，腰疼，亲像妇人人催准，心内真混乱，惊甲鼻鼻喘。当咱忽略对四周围苦难迄款的大入感的时阵，咱会诚做真冷淡，咱讲冷漠。所以咱咧求上帝帮助咱爱有亲像先知即款对受难受苦的人，甚至安怎将来要发生受苦的时阵，迄款敏感的心。咱来注意上帝国甲上帝义。因为上帝终结这个世间的败坏，是为着要来起造新的国度，一个上帝国、上帝的义来产生啦。耶稣会甲咱讲，咱咧祈祷的时阵，就安怎爱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然后这些物件拢要煞互你。所以咱来用上帝国最优先，上帝国就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管理。上帝若掌管咱就拄去自我中心，掠上帝最中心。上帝若是伫这个国家的掌权，这个国家袂有独裁啦，因为独裁就是自我中心啦。所以独裁极权，这拢是违背上帝。所以咱爱掠上帝最中心，所以爱先求上帝的国，然后咱就爱安怎？上帝的国，咱嘛爱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关心社会上最受苦的人。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个福人的上帝，咱的上帝是一个孤儿寡妇照顾孤儿寡妇的上帝。所以上帝掌权就是这款的世界。一讲到上帝的义。上帝用伊家己本身道成肉体，成做义的款式。所以耶稣甲咱讲，恁中间什么人要做大，就要做正人的奴仆，这叫做耶稣的义。今仔日咱中职，咱的首长要就任，其实嘛爱学习耶稣的义，取奴仆的形象来服侍正人。若是极权的国家咧，毋是正人拢是伊的奴仆，伊是主人。所以伫上帝义内面，耶稣基督成做迄个义的奴仆，伊互咱学习做一个奴仆的款式来服侍。所以咱爱去服侍伫咱的社会中间，基层的人、弱势的人，关心上帝国的价值。敢有落实伫台湾这片土地顶头？第三项，我想会当做的，就是用疼心甲行动，成做一个守望者。以赛亚书21章11到12节，一提起着守望者的角色。其实咱嘛是受呼召，成做时代的守望者。
唔干那祈祷来警醒，咱嘛爱用听心来回应。咱逐礼拜五，这个为国家守护台湾的祈祷会，咱第一时段是吟诗牧师的底讲，第二阶段咱拢会邀请社会上，检查伊是基督徒嘛，毋是基督徒拢袂要紧，社会上的朋友，也是讲一寡运动者，因来甲咱分享，咱迄叫处境分享。因为什么关心这个议题？半点钟互因分享，然后第三阶段，咱会举十字架，咱会摕蜡烛去设立法院设一年。设的时阵，一边行一边祈祷，一边行一边祈祷。咱需要成做一个时代的守望者，所以欢迎咱兄弟，若有时间，咱咪当来参加祈祷会。无时间，你咪当看直播来参与，甚至咱伫团契也是小组的祈祷。咱过去拢为着咱隔壁厝边你左右手的人带导，拢为着人祈祷。检查咱会当扩大祈祷，如何来行公义、好人民来祈祷？那亲像耶稣会甲咱讲的，咱来成就上帝的国。甲上帝义啦，咱毋是干那为着个人祈祷，毋着为着什么人代志而祈祷，迄拢真要紧。但是搁较要紧的是成就上帝国甲上帝义。先知伊就是即款的心，伊知影上帝要审判，虽讲巴比伦是伊的对敌的国家，但是伊心内艰苦。伊讲伊腰疼，伊讲伊亲像要生产的妇人人，伊惊甲鼻喘，身体惊甲鼻喘，但是伊看到巴比伦人安怎伫遐摆宴席，伫遐醉生梦死，这是一个真对比。所以咱来亲像先知同款，有即款对时代的看见，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成就上帝国、上帝义，也愿圣神帮助咱，伫咱的时代困境的中间，求主为咱开路，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恳求你的圣神扶持帮助，互阮亲像有先知迄款的带入感，去感受到时代中间。所要发生这个苦难的事，为着这个事行行关心致意。阮这几年来，阮台湾也受到中国的威胁。中国是用自我做中心、独裁、极权，是一种对抗上帝的势力，求助人民，帮助阮的时代离开自我中心，归往掠上帝做中心。无论是个人，无论是国家，求助引带。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做伙来吟圣诗，回应上帝话。圣诗444首，主，你的吊面何等清楚，请徛起来吟。
请坐。这时要来照教会规矩来设立教会的长老。这粒小会要奉三一上帝的名组织，要来设立咱教会的长老。咱伫去年10月20的时阵，咱有选出3位长老王永德、朱大庆、林世宏3位长老来做教会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利未人3甲同工来管理上帝的圣殿甲会堂。伫新约的时代，也有设立智慧的长老，甲侍奉上帝话语的牧师来管顾伊的教会。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访问身体欠安的。鼓励领心的教育青少年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模样。受交代，通代表东会府、中会、总会来导牧教会的发展。这是咱要请3位的长老来到伫台前。这粒是长老甲咱信徒立约的时间，咱做阵来伫上帝面头前来誓约。这是恁3位要领受长老的职分，恁就爱用真实的心来应答我所问的问题。第一，当恁要领受长老的职分，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呼召，抑无？恁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做恁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基，抑无？恁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成立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抑无？恁欢喜做济南同会的长老，就爱忠心尽职来服侍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的头。协助牧师来治理教会，归荣光上帝。恁有用诚实的意思来行，抑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的话，恁减轻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抑无？这时来请会众起立，你也固定伫济南教会，虽讲你的会籍无伫遮，你也固定伫遮聚会。你拢爱徛起来来誓约，请应答我所问的问题。当恁已经竞选3位的长老来做恁的长老，恁有用诚实的心欢喜接纳因，抑无？因照教会的法度来治理教会，恁就欢喜信受来顺探，恁约免的行，抑无？恁就爱敬爱因、体贴因、替因祈祷。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活，爱恁得着救，恁着帮衬因，互因会通尽长老的本分，恁约免的行，抑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小会大圣来释法，毋通世界包容，致教妨害教会，恁我约安尼行，抑无？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济南东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济南东会的长老来协助牧师，煞通知正信徒知。这个职分是照教会规矩交代恁，当圣神设立恁做长老，就照顾上帝教会羊群来监督伊，毋是出伫勉强，就爱遵欢喜的意思，做羊群的模样。就咱的大牧者显现时，要得到未败坏阳光的冕旒。会众请坐，咱请长老来握手接纳。
咱用拍谱来欢迎接纳咱的长老。请会座。这时小会也要奉爸囝圣神的名，组织来设立教会的职事，请受设立的职事来到伫台前，请贤医子恩家军甲炫民来到伫台前。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的事务，咱也敬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侍奉上帝话甲圣礼典。当恁要领受职事的职分，当恁着伫上帝甲正人面头前来誓约，请应答我所问的问题。当恁要领受职事的职分，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呼召抑无？恁愿意做济南教会职事，就要忠心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恁约免咧行抑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尊伊做主，既若关系教会事务，就倚靠伊来设法。恁约免咧行抑无？恁敢肯降服？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抑无？即时请会众起立来誓约。当恁已经竞选贤医、子恩、家军甲炫民来做恁的职事，恁有要用真实的心欢喜接纳因抑无？因若替恁办理教会事，恁着尊重因，听痛因，替因祈祷，恁约免咧行抑无？为着保持教会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小会设法，毋通四界报扬，致到妨害教会大局。恁约免咧行抑无？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济南东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济南东会的职事，煞通知正会友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恁担受设立做教会的职事，协助牧师长老，就爱存清气的良心来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名得到荣光。会众请坐，咱请小会员来握手接纳。咱等下礼拜后吼，请咱的长职、新任的长职吼，甲这个旧的长职，咱伫教会门口来翕相。咱用拍谱来欢迎咱4位的职事。咱真感谢上帝。咱这回有3位新任的职事，吼。无需要提醒，咱迄个1月12爱上课。好，咱请回座。即时要来举行咱各单位的首长的就任。咱来请儿童治疗校长雅玲执事，少年团契会长孙会长老，妇女团契会长关关长老，实习班博轩执事。希望诗班张简会理长老，亚多顿诗班郭慧媛姊妹，咱请来到伫台前。
当你要领受所交托的这个责任，恁就要来应答我所问的问题。当恁有确信这是上帝召命也无？你要领受这个责任，恁就要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你做恁的职务。恁要安尼行也无？宣告会众请起立。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济南东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教会正首长，来协助牧师甲长老，恁受交托，这个圣工就要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所做，时常注意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会众请坐，咱来对来面向迄个会众吼，咱会众请拍谱来接纳咱的同工，也时常替因来祈祷。好，我们请回座。等下，迄个任命书甲请小会书记来发。这是咱要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第一项为着新任的长老、执事、首长的委身甲服侍；第二项就是为着今年事工的筹备、服侍展开；第三就是为着1月18号甲25号基督徒合一运动的祈祷周来祈祷。请咱同心出声来祈祷。这时，请苏县长周家军执事带咱做结束的祈祷。至圣至权的主上帝，感谢你保守阮平安活过2024年，感谢你竞选2025年新年的正长职甲首长，为着教会来服侍。恳求天父加添伊的热心、智慧甲能力，带领因诚侪尽心尽力爱主的好路步。主爱的弟弟，感谢你设立济南教会。主，你是教会的头，恳求恁看顾2025年教会侪事工规划甲服侍，帮助教会众兄弟姊妹同心合作，互教会诚侪地就上帝国的顶来荣耀天父。国外的主，你启示阮爱有信心倚靠你，因为你就是帮助阮甲上帝连结的道路、真理甲性命。恳求你赐下信心，带领普世基督徒热心参与2025年基督徒合一运动基督活动，加添阮的信心，帮助阮愈来愈亲近你，诚侪世上的光甲阳。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阿们。这时，咱来奉献。
因为时间的缘故，我用我即马来伫奉献的时间来报告。这个，请咱看通知事项。1月份的特约长老是叶洪恩长老。第一项报告，请兄弟为着咱长职同工的卫生甲服侍来代祷。第二项，这个因为各自的保护，今年奉献茶啊甲奉献龟啊，拢未甲迄个咱的全名写伫顶悬，伫下伫迄名的中间加一个圆箍啊。然后兄弟需要奉献茶啊，会用甲办公室来登记。第三项，这个感谢上帝，互咱伫过去的一年受到因圣神的引带，小会定伫这个2月16号要来召开2025年的会员好会，请各部门的长老、首长将这个报告甲计划书来传予教会的信箱。第四项，请咱徛起来，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请坐。所以去第四项，这个今年的停车的登记，这个每一台车是新台票1000块，请往办公室来登记。第五项，每礼拜5暗时7点，咱遮有举行为守护台湾的祈祷会。这礼拜是要太泽的祈祷，请咱的兄弟有时间来参加。第六项，罗准义牧师的新册的分享会定伫下晡2点，请咱兄弟做伙来参加。第七项，这个主义小组娱乐小组伫今日开始聚会，地点伫这个2楼的小教室，时间是11点到12点半。第八项，长职的服侍说明会定伫1月12号下晡1点。请新任的长老执事来参加。第9项，小组长同工的训练，为着要帮助咱会用来利用这个 AI 这个工具，请咱的小组长、儿童主义的老师、甲团课、甲同工来参加。时间是18号上午10点，伫203的教室。过来具体消息。主来侯真雄弟兄伫8月18安休主怀，这个15号伫1月10号要举行这个纪念会，若有报名参加的兄弟，请出席参加。第二项，本会主来石阿莹就是嘉代姐姊妹，伫12月26号，这暗暝啊，伫台大医院安休主怀，女婿93年，愿主安慰遗嘱。告别式安排伫明仔上午11点半，伫这个2滨的至真一厅。以上报告，请黄牧师介绍请安。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首先是来介绍的是总平甲这个会理长老的查某囝吼，甲
亲人吼，拢伫遮吼，啊，到伊的小妹吼，钟平兄的妹妹做阵起咧，妹妹的小孩欢迎。囡仔去主理咯多谢嘿。接着来介绍是这个吴惠妹景美教会甲李新化欢迎。来介绍庄珍妮对这个美国德州转来台湾，唔知坐哩多，咱熟悉欢迎。来介绍罗玉庆、卢玉庆，唔知坐哩多，拄啊离开好。过来介绍肖玉芬肖玉芬，欢迎。来介绍对加州回来的两位王正宏加 Henry， 欢迎。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施恩。做回来念圣诗，就是每遍诗，圣诗391首。俄罗天顶主宰，吟诗煞，请黄牧师祝祷，请徛起吟。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极大的疼痛，以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免。请坐。列岛闭会，请这个中庭来参加这个地饼会，若有需要带到的兄弟，请留步。